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看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语来讲，医生行地扫，总铺行正道，若做土水行掠捞。意思就是每一个工课拢有伊上解困难的代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捞水的捞，读了捞第7条。读捞这是读白音，捞就是讲物件为芳空摄出来，像讲漏水、漏油。会漏的酒甕或做漏酒甕。有一句话讲，巧巧人去买一卡漏酒甕，这句话意思是聪明反比聪明误。另外，古早时过去叫做漏湖，若是讲水一点一点啊漏出来，会当讲是闪，像咱讲闪水。若这里文音读做漏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漏啊，意思就是漏斗，用来停水或者是停液体、粒啊或者是粉，较袂漏出来。另外，咱讲停油的就是油漏啊，停酒就是酒漏啊。第二个词读做掠漏，这是查厝倒位漏水，赶紧甲修补起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厝内漏水，请师傅来厝内掠漏，看伊用特别做的漏啊，甲风水架灌入去到壁的空棚，骹手真溜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漏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漏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